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云林有一间游乐园，赛货车载着恐龙的模型，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拜拜求财。讲实在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生意太歹了。即摆学校特别很热，载恐龙来拜土地伯公，希望生意有起色。 一只恐龙被别的货车后车斗，嘴爬到有够开。当咧规路头海来海去，最后是到南投指南宫头前的广场，有一个民众赶紧来看闹热翕相。原来这是云林一间游乐园内新的恐龙造型秀热要开幕，不过这阵啊受到疫情影响，入园的人数唔若减一半以上，5月份更较惨。一礼拜拢休1、2天，所以讲业者才会伫这个设施开放进前，请人再去指南宫求财。 疫情的关系，让我们整个休闲产业、旅游业，其实整个旅游人数其实都下降着。那所以我们就带着恐龙呢，到我们的指南宫来帮大家一起求财，希望大家隆中发财。 业者讲，当时载这只恐龙的时，做伙将发电设备嘛放伫车顶，所以讲规路这只恐龙这喙合一个，佫有声。 沿路引起民众的注意，不过上界盼望的是，今年休热游乐园的生意会使有淡薄起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